11、12起飛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咁啊快閘嘅馬咧埋邊津優自在應聲彈出啊，中間有大利好運啦，外邊啊馬有運啦，咁啊第4位綠色衫裕達寶區啊，響出邊有球王嚟嘅，馬林中間呢仲有豐盛多彩完美演繹啊，埋邊淺藍衫水龍頭啊，內欄粉紅衫呢仲有呢隻桃花多，後邊嗰幾匹馬啦，富裕君子啦，尾4橙色眼罩係傳承者啊，後邊3匹馬分別有質素、星雲浩騰，咁啊暫時墊後係極速之子嚟㗎。開始跑對面直路咯，前面放咗出嚟嘅馬係進優自在喎，有少少上嘅口啊。咁啊個零身位後邊第2位有馬有運啊，內欄第3嘅馬就係呢隻裕達寶區啊，大利好運已經咬住第4啦。第5位埋邊呢，呢個粉紅衫橙就嗰隻就桃花多啦，出邊啊水龍頭啦，後多浸啦，外邊啊豐盛多彩，內欄藍衫紅帽係富裕君子啊，中間位置仲有完美演繹啊，後邊5匹馬球王啦，黑衫尾4係質素啦，咁啊再中檔位置橙色眼罩傳承者。後邊2匹藍衫黃帽呢就星雲浩騰，內欄粉紅衫暫時包尾呢係嗰隻極速之子嚟㗎。好啦，咁啊轉緊彎中間啊，前面放咗出嚟係進優自在啊，咁啊見到咧中間位置馬有運啦，外邊冚呢就係呢隻水龍頭啦，再喺內欄有裕達寶區啊，中檔仲有大利好運啊，內欄嗰邊慳咗好多位啊，藍衫紅帽仲有富裕君子啊，再攝內欄嗰邊係質素啊，外邊追嘅馬有極速之子同埋傳承者，最後200零米啦，進優自在有少少優勢，馬有運中間追緊上嚟啦。中檔咧，富裕君子亦都揾到位追，響佢出邊仲有大利好運，最後100米到啦，透出嚟富裕君子，大利好運呢，咁啊3幾個節步拍咗上嚟，接近終點大利好運力壓富裕君子啊，第3名嘅馬呢，馬有運臨尾有少少力弱啊，第4名嘅馬呢，進優自在啊。結果今場賽事咁啊呢隻大利好運真係最後50米搏落去嗰下呢，就啱啱就起步啊！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快閘嘅馬呢就金運來搶啊！響中間位置仲有威武年代，外邊發光發亮啊！埋邊呢仲有帝豪聖區啦，內欄紫色衫、紫色眼罩，有肥仔精神啊！中檔紫色衫第6位向外邊啊，喺龍城強將第6位度啦。後邊第7位綠色衫就係喜尊龍啊！外邊仲有超越夢想啦，出閘唔快嗰隻呢，咁啊粉紅衫黃帽快活英雄內欄大約尾6噶。後邊嗰5匹馬啦，康槍之星神居武士啊，咁啊再後邊呢，先見到艾比奧同埋銀火箭啊，暫時墊後黃衫係同德威嚟㗎。好啦，轉呢個香港體育院彎啊，放咗出嚟跑嘅馬呢，係嗰隻發光發亮啊，響外邊啊威武年代啦，內欄第3係金運來啊，第4位中間有帝豪聖區啦，響外邊呢就龍城強將啊，咁啊等入邊嘅馬仲有肥仔精神啊，咁啊揈出去中外檔嘅馬啦，喜尊龍綠色衫攞出去啦，拱埋超越夢想出去，快活英雄同埋康槍之星係跟住你哋跑㗎啦。好啦，最後直路啦，前面透出嘅馬仲係發光發亮啊，中檔位置威武年代兩個馬鬥緊嘅時候，喜尊龍3兩個箭步已經係湧咗上嚟啦，中間有金運來啦，外邊係快活英雄啦，中檔仲有肥仔精神啊，最後100零米啦，喜尊龍將後邊嘅對手越拋越甩啦，埋邊位置威武年代，外邊仲有快活英雄，中間金運來同埋呢隻肥仔精神接近終點，喜尊龍收韁贏馬添啊，威武年代同埋出邊快活英雄就影相爭第2，咁啊至於第4名嘅嘛係金運來啊。今場賽事呢隻喜尊龍真係轉咗潘頓跑呢，咁啊韁繩啊、操控啊、千二嘅泥地短途大熱係1。好，你一起步加州星馳呢就慢咗嘅，前面快嘅馬呢，燭光晚餐啦，綠衫啊天天灑落兩隻馬比較快嘅，第3位嘅馬良區好友啦，第4位黑衫係呢隻神速密碼，外邊係贏得自然啦，內欄白鼻箍紅衫紅帽就勝在有型啊，再喺後邊嘅馬啦有喜勝進區啦，咁啊同埋呢隻有得型啊，尾4內欄嗰隻係實力哥啊，後邊3隻機械騎士甜蝦女啊，暫時大墮後係加州星馳嚟㗎。好啦，過晒呢個800米段處啦，前面放嘅馬呢就燭光晚餐啦，天天灑落咬住佢啊！第3位嘅馬埋邊位置有呢隻良區好友啦，第4位黑衫啊神速密碼，內欄第5勝在有型，第6位紫色帽贏得自然，中間呢白衫要攞出去啦，係實力哥啊！後啲先見到喜勝進區啊，揈出去外邊嘅馬有得型同埋加州星馳嗰啲啊！好啦，最後直路啦，前面天天灑落出咗嚟先啊，埋邊燭光晚餐就唔多啦，良區好友亦都追緊，中檔位置有實力哥，攝埋邊上仲嘅機械騎士啊，外邊上咗少少就贏得自然啊！最後100零米啦，天天灑落仲有半個馬嘅優勢，見到逐步追緊上嚟，實力哥終點嗰步，外邊實力哥終點前將天天灑落趕過咗，第3名係機械騎士啊！咁啊至於第4名嘅嘛，贏得自然機會係較為高啲啊！咁啊結果今場賽事天天灑落出咗頭先㗎啦，咁啊但係都係呢隻實力哥
啱啱終點前越逼越近，班千六大熱暫時係1。好嚟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咁啊光明傳承就少少慢啦，咁啊前面快嘅馬啦，見到中間位置就藍雀爺喎，入邊啊劍無情，咁啊再見到內欄黃衫啊開心宇宙，中間美麗在線啊，外邊有精算激流啦，馬林中間橙衫呢就雙贏啦，一路向出邊喎英進飛驅喎，咁啊後邊嘅馬啦有銀藤啦，咁啊內欄位置紅眼罩白鼻姑仔呢就光明傳承啊，後邊個5匹馬龍有生火焰閃爍啊，尾3旋風傳奇啊，後邊2匹馬風神同埋橙衫嗰隻係準輝煌嚟㗎。好啦，過呢個1000米段處啦，前面放嘅馬有劍無情同埋美麗在線啊，外邊英進飛驅開始壓埋嚟啦。咁啊第4位內欄有開心宇宙啦，第5位嘅馬就藍雀爺啊，第6位外邊綠色衫精算激流啦，內欄紅眼罩白鼻箍藍衫嗰隻光明傳承，中間呢橙衫黑帽係雙贏啊，後邊嘅6匹馬啦，分別有銀藤旋風傳奇龍有生啊，尾3係火焰閃爍啊，後邊2匹馬風神內欄尾2啊，暫時殿後係準輝煌嚟㗎。好啦，轉彎入直路嘅時候啦，前面英進飛驅呢，咁啊走下走下已經係截離咗一個身位㗎啦。後邊嘅嘛劍無情啦，美麗在線啦，攝內欄追光明傳承啊，咁啊見到中檔上有開心宇宙啊，大外檔火焰閃爍啊，埋邊爭緊位旋風傳奇同埋風神嗰啲馬，最後200米到啦，前面英進飛驅拋嚟一個身位啊，光明傳承呢，3個節目拍咗上嚟啦，再見到中間位置有開心宇宙，中間有雙贏，出邊啊準輝煌，接近終點啦，光明傳承贏出呢場賽事，跑第2名嘅馬呢係開心宇宙啊，第3名外邊準輝煌，第4名似乎中間嗰隻係雙贏喎。結果今場賽事呢隻光明傳承咁啊都係識贏嘅馬啦，咁啊結果今場賽事贏啊，出閘佢唔係快㗎，咁啊地大熱係1，黃旗佢。好嚟一起步嘅時候啦，咁啊前面快閘嘅嘛，內欄位置啊，紅衫嗰隻呢就時間寶啊，中間天時明區走上去啦，外邊有閃耀威龍啦，最出白衫呢就川河盈區啊，中間綠衫黃帽就歡喜福星啊，咁再後多層啦，大約第6位到啦，中檔有冠寶區，響外邊呢就超加壓入去，內欄呢咁啊仲有黑衫勁盡天下，後邊嘅6匹馬幸運震撼，年年有福，黃衫紅帽響尾5啊，後邊4隻啦，幻影旋風啦，尾3位置嘅馬呢有星火燎原啊，尾2爆熱啦，暫時殿後係開心3多嚟㗎。跑對面直路中段咯，前面放咗出嚟㗎嘛，見到走中檔就係呢隻呢，慢慢上咗去啦，閃耀威龍啊，響內欄呢有呢隻天時明區嚟㗎。第3位歡喜福星啊，內欄第4仲有時間寶啊紅衫㗎。第5位川河盈區，內欄第6勁盡天下藍衫，第7位有超加加，後邊嘅馬啦，連有福冠寶區，出邊爆熱又走過啦，後邊內欄尾4星火燎原啊，咁啊幸運震撼褪落去。黃衫響外邊嘅尾2呢就幻影旋風啊，暫時殿後仍然係開心3多嚟㗎。好啦，咁啊轉彎入直路嘅時候啦，前面放啊嘛，都仲係呢隻天時明區啊。第2位閃耀威龍啊，咁啊再見到內欄第3有時間寶，中間呢就歡喜福星啊，等入邊呢有勁盡天下，外邊呢超加加已經攞正平衡追㗎啦，後多層啊嘛，先見到年年有福㗎，最後200零米啦，咁啊前面透出㗎嘛，外邊超加加，中間藍眼罩閃耀威龍啊，後多層啊嘛，咁啊川河盈區俾佢壓喎，內欄嗰邊仲有天時明區，外邊追上嚟就年年有福，最後100米到超加加一路力壓住閃耀威龍啊！第3名嘅馬呢，中間有年年有福，外邊追上嚟嗰匹呢，幸運震撼喎。結果今場賽事呢隻超加加入彎都3踏網空㗎啦，都攞正晒平衡，咁啊結果就衝贏咗嗰隻閃耀威龍嘅。黃旗舉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有目共賞，6-3啊慢咗嗰隻嚟㗎。好啦，愛心神區都縮咗喺後邊位置嘅，前面快㗎嘛，外邊有和平波啊，走入邊啦，遨遊武士走上去帶啦。第3位有遙遙領先啊，咁啊第4位就加州動員啦，內欄第5啊遊龍串鳳啊，後多層啊馬啦，紅眼罩跟住個第6位啦，外邊喜連勇敢啦，埋邊黃衫啊當年情啦，後邊嘅4匹馬愛心神區6-3粉紅帽有目共賞呢，就暫時響尾3啊，後邊2匹馬分別係常拼常用同埋標誌5支嚟㗎。好啦，過呢個1000米段處咯，前面放嘅馬呢，遨遊武士好順利擺到喺前面走啊，跟住喺第2位外邊就和平波嚟㗎，遙遙領先啊第3位，落後2-3個馬位啊，加州動員啊第4位，內欄第5遊龍串鳳第6位紅眼罩喜連勇敢啊，後邊個5匹馬啦，分別有當年情啦，尾4藍白格仔3，咁啊有呢隻呢，咁啊就係較係被動啲嘅愛心神區啊，後邊3匹馬啦，分別係有目共賞常拼常用啊，標誌5支暫時殿後啊。好啦，咁啊轉緊彎中間啦，遨遊武士佔先嘅，和平波外邊第2位啊，遙遙領先呢就最近咗㗎啦，內欄第4係遊龍串
串鳳啦，第5位咧就加州動員啦，第6位紅眼罩喜蓮勇敢啊，愛心神區亦都上咗啲啦。咁啊響入邊呢隻有目共賞啊，跟住啊當年情啊，後邊2匹常拼長勇為標誌5支嚟㗎。好啦，最後300零米啦，和平波透出咗啊，咁啊見到中檔追嘅馬有呢隻就遙遙領先啊，中檔上有加州動員啦，外邊喜蓮勇敢啦，馬林中間63有目共賞揾緊位啊，出邊仲有隻愛心神區，最後100零米和平波透出咗，依然係佔先半個身位，中間位置有遙遙領先，越逼越近，外邊係加州動員第1名，外邊冚上嚟，加州動員有冇機會過到中間嘅遙遙領先呢？埋邊係和平波啊，結果3隻馬平排衝刺㗎，外邊。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前面快閘嘅馬咧，咁啊見到埋邊位置天天同樂，中間升龍區啊，響外邊呢仲有合夥奔馳啊，第4位內蘭啊自強不息啦，第5位嘅馬有美麗第1啊，響出邊呢就8進巨星啊，尾3位置啊星際快車啦，後邊嗰2匹馬黃衫係喜字寶啦，暫時殿後係魅力寶區嚟㗎。好啦，過咗呢個800米段處啦，前面放嘅馬呢就係天天同樂嚟嘅，響外邊就合夥奔馳啊，第3位內蘭呢仲有自強不息啦，第4位就升龍區啦，外邊第5位有美麗第1啊，後邊嗰4隻啦，星際快車、黃衫喜字寶啊，咁啊內蘭呢走上咗嚟咯，63粉紅帽呢仲魅力寶區啊，後邊嗰匹係8進巨星嚟㗎。好啦，轉彎入直路嘅時候啦，前面天天同樂呢佔先嘅，中間有合夥奔馳啊，走入邊嘅馬有自強不息啊，中間係升龍區啦，外邊美麗第1啦，最出仲係喜字寶啊，馬林中間呢仲係魅力寶區啊，最後200米到啦，天天同樂拋離咗後邊嘅對手有個幾馬位㗎啦，中間位置有升龍區啊，中檔有美麗第1啦，咁啊外邊位置追咗少少，仲有隻喜字寶啊，接近終點天天同樂贏馬，跑第2名係升龍區啊，美麗第1、第3、第4名要影相，外邊係喜字寶啦，內欄呢仲係自強不息啊。結果今場賽事咁啊呢隻天天同樂都好順利擺到喺前面走，潘頓又贏一場啦，隨4步。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咁啊前面快閘啊，年年有型應聲彈出，咁啊再見到外邊蒸蒸日上啊淺藍衫啦，中間長勝金剛啦，咁啊再見到內欄位置就喜旺區啊，外邊啊假面騎士啦，咁啊中間夾住嘅馬仲有勁先生同埋呢隻德心之餘啊，後邊嗰5匹馬自跑得同心啊，尾3內欄中橫大進啊，尾2團結戰寧啊，暫時殿後黃龍飛將嚟㗎。好啦，過咗呢個800米段處啦，放咗出嚟嘅馬係年年有型啊，響外邊呢就蒸蒸日上第2位啊。第3位外邊有假面騎士啦，中間第4長勝金剛啊，第5位內欄黃衫呢就喜旺區啦，第6位出邊紫色衫德心之餘啊，中間第7位仲有勁先生，內欄位置就自跑得啊，後邊嗰4隻黃龍飛將啦，尾3內欄呢中橫大進團結戰寧包咗落尾嘅馬係同心嚟㗎。好啦，最後直路啦，年年有型仲係佔先嘅，蒸蒸日上拍上嚟追㗎啦，再見到外邊有假面騎士啊，原欄追有自跑得，外邊德心之餘，馬林中間仲有勁先生，最後100零米。蒸蒸日上，拋離咗1個身位㗎啦，外邊追上嚟㗎嘛，德心之餘中間勁先生，出邊黃龍飛將接近終點第1名，相當近啊！埋邊數出嚟，蒸蒸日上，德心之餘，外邊黃龍飛將，睇下邊隻馬到先啊！真係好近啊！蒸蒸日上出咗嚟㗎啦，中間德心之餘，後發先至，仲有外邊追上嚟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咁啊前面快閘嘅馬呢，見到中間位置熾烈神區快喎，響外邊營造組裝啦，內欄大浪原田啦，黑衫走埋上去勁進先鋒啊，第5位橙色帽嗰匹呢，有海船星啊，中間啊何好運紫色衫嘅，內欄黃衫啊利不可擋啊，後邊4、5隻馬啦，有巴基之星啦，風再起時啦，中間夾住係英勇快車啊，暫時殿後2匹馬，咁啊有喵喵怪啦，同埋一隻榮理雙收嚟㗎，轉緊彎嘅時候啦，前面勁進先鋒就放頭跑嘅。跟住第2位營造組裝啊，第3位嘅大浪原田，第4位嘅馬呢就熾烈神區啊，第5位外邊橙衫啊海船星啦，內欄第6利不可擋啊，中間6、7位到啦，咁啊仲有紫色衫何好運啦，外邊6、3巴基之星，後邊嘅馬匹先嗰啲英勇快車風再起時嗰啲啊，好啦，最後300零米啦，前面營造組裝呢，響中檔透出咗喎，內欄位置勁進先鋒啊，再見到中檔追嘅馬有熾烈神區啦，何好運啦，外邊呢仲有呢隻海船星，攝入邊上嘅風再起時啊，最後100零米啦，透出嘅馬匹係呢隻營造組裝，仲有半個馬位優勢，何好運外邊追緊上嚟，入邊風再起時，贏馬嗰匹係營造組裝啊，第2名外邊何好運啊，第3呢埋邊喘咗上嚟嘅馬呢，有風再起時同埋紅衫中檔熾烈神區需要影相啊，結果呢隻營造組裝咁啊係2。
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咁啊前面快閘嘅馬呢，有新意馬，咁啊內欄位置呢，唐不甩啦，咁啊第3位啦，咁啊中間淺藍衫南區之星，出邊至尊高超走咗上去啊，第5位有朗日志強啊，內欄啊紫荊歡呼啦，出閘唔快嘅不同世界走翻上嚟響馬林中間啊，出邊粉紅衫係龍之光啊，後邊5匹馬啦，咁啊分別有呢隻超開心，同樣美麗啊，觀眾之力響尾3啊，尾二隻街燈啦，暫時殿後係藍衫嗰隻實力嚟㗎，轉香港體育學院彎啊，前面放嘅話有一對啊，埋邊啊新意馬啦，外邊呢就朗日志強啊，守住內欄第3喎，至尊高超嚟㗎，咁啊第4位呢，咁啊仲有呢隻龍之光啊，第5位啦，淺藍衫淺藍帽係南區之星啊，內欄位置仲有唐不甩啦，咁啊大約跟住個第7位呢，先見到不同世界，後邊啊嘛紫荊歡呼同樣美麗超開心，尾3觀眾之力，尾二實力包咗落尾係街燈嚟㗎，好啦，最後直路啦，前面佔先嘅馬呢，見到新意馬響內欄鬥緊中間嗰隻呢，就係朗日志強啊，中檔追至尊高超出咗嚟先啊，中檔位置仲有南區之星啊，外邊啊不同世界最出呢，仲有隻同樣美麗啊，最後200米到啦，透出嘅馬係至尊高超啊，南區之星越逼越近㗎啦，後邊嘅馬有紫荊歡呼，出邊啊不同世界接近終點第1名，相當接近南區之星，終點前將埋邊嗰隻至尊高超趕過咗，第3名嘅馬呢，咁啊有紫荊歡呼，第4名外邊係不同世界啊。結果呢隻南區之星咁啊都係好犀利啦！之前已經孭重。多謝大家收睇啊！如果你中意我哋呢條片嘅內容嘅話咧，可以撳一撳 subscribe 呢粒掣，然之後可以開起埋隔離個小鈴鐺，咁樣你就可以最快最新咁樣收到我哋嘅資訊啦。如果你有啲咩想同我哋交流嘅話，即管喺下邊留言，我哋見到就會即刻覆你噶啦。多謝大家。